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俊宇，你嘅節目主持人卡比啦。最近我好耐都冇出片啦，因為我最近要考試啊嗰啲啊。好啦，咁如果要出嘅話，出啲好啲嘅嘢啦。好啦，今次嘅通告係話，我呢最近呢可能會開一個就係港鐵全線走，俾你哋喺裡面玩，然之後答題目。如果有 Kahoot 呢個網站嘅話，或者你冇喎，你都可以咧打佢嗰個字 Kahoot.com 或者唔知 Kahoot IT 啊係咩？咁咧你咧就可以喺裡面同我一齊玩。如果有嗰個 Apps 嘅話就好啲，因為你可以解鎖一啲新套裝啊，佢最近有活動啊嘛。好啦，咁咧只要我考完試，即係後日咧，我可能就開俾你哋玩嘅啦。有時間就嚟玩啦！